好快！大家好，我愛 Ready Oh Yeah。今日は楽しい一日にしましょう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今日請大家多多指教。カステラよ。咁睇都係一個 castella 啦。ちょっと触ってみよう。掂下先。大家教下點講啊嘛，你これ何？卵。蛋嚟㗎嘛？蛋。すいませんね、ちょっと後ろすぎます。證明我哋嘅 camera 幾個 professional 係嘛？完全冇一個professional。好 professional。今日我哋一齊教你點樣講好唔好啊 ？OK， 準備1、2、3。企蛋仔。我哋要抽到歸你和也愛香港啊！好似係打緊牌喎而家。これね、絵が入ってるから漢字のところに。因為咧佢喺啲漢字度咧有啲畫係畫咗上去啊。好有信心啊 ，feel 到。好，耶！估啱嘅呢一個，大家俾多啲掌聲啊！攞到晒啦！歸你和也愛香港係挑戰，因為佢話佢未試過啊，所以大家要俾多啲掌聲佢。好啦，第一個動作，我哋請嘉賓望一望社會。好啦，第一個動作佢叫咩咧？係單腳企。哇！但係跟住嗰個動作有少少難度嘅，大家要幫幫手啊！如果得嘅話，咁我哋去下一個動作先。係眨眼啊！哇！完全唔似第一次玩啦，我覺得。下打ちをした。呢個咁強力嘅熱情咧，可以帶到俾公司，帶到俾令到呢件事會成事嘅。咁都希望下一次嚟到嗰陣時咧，會更得盛大嘅舞台，更加豪華嘅表演俾大家。続いていきます。はい。高雄。下一個就係高雄。じゃあせっかくなんで今日もう聞いた？大家聽咗未咧？多謝晒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呢個時候亦都係我哋一齊歡送今日咧，就係去到台下面稍稍休息。掌聲唔好停好冇？